大家好嘛？最基晚咧，咁我就講咗啲我自己嘅一啲嘅歷程啦嚇。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點滴嘅。咁今晚咧，我亦都想分享一下啲點滴啦。唔係好 sad 嘅，大家放心，唔好咁沉重啊。我記得我自己喺醫院嘅時間咧，咁我就需要去即係照好多嗰啲 MRI 啊、PET scan 啊嗰啲咁樣㗎啦。咁有一幕就係咁嘅，咁我就換好晒衫啦，咁我就要落去照啦咁樣。咁跟住咧就推住輪椅，咁就要送我落去。咁嗰啲醫護人員好好啦，又要驚，即係會怕我俾人哋影到啊嗰啲咁。咁所以咧佢就特登即係保護住我啦。咁送到我去嗰個 PET scan 嘅嗰間房嗰度嘅時候咧，咁我必須要起身，然後我要行過去嗰個牀嗰度噶嘛。咁我企喺門口，咁我起身嘅時候咧，突然之間前邊有幾個醫護人員，有其中之一個就跑咗過嚟，咁同我講：佢話楚生，你俾我扶你行入去啊！我話唔使，我行到入去啊！佢話唔係咧，呢一段路你俾我扶你入去啊！我話點解咧？佢話你唱嘅歌喺呢幾十年裏邊陪住我高山低谷咁樣走過嚟，我好唔容易，但係今日你呢一段路，你就讓我陪你行呢一段路。我嗰一剎那，我真係，我好溫暖，我真係好溫暖，感覺到真係愛，真係好有愛。原來我唱得咁耐歌，我都唔知道原來係陪住大家係走過好多嘅唔同嘅歲月、唔同嘅日子啦，係咪？有冇啊？有！即係嗰下咧，我突然之間就係好感覺到好溫暖，但係其實我又相反嚟講，你哋又何嘗唔係陪住我一齊過我嘅高山低谷咧？所以我覺得人生係咁嘅，有好多時候都係起起跌跌啊咁樣，但係大家記住，面對逆境嘅時候咧，都係要保持鎮定、正能量，揮低佢。OK， 明唔明啊 ？OK， 做唔做得到先？大家係啊，真係其實咧，正能量係好重要。咁所以咧，跟住落嚟有一首歌曲咧，係我自己嘅一啲心聲啦。係我自己嘅作品，我自己作曲，自己填詞，但係記住留意歌詞，快樂係好重要，送俾大家，及時行樂。喜歡跳舞嘅朋友，我哋一齊起身跳下舞，好唔好啊？及時行樂。
醒了，baby。滴滴答答，愿我的心跳。滴滴答答，跟着音乐摇啊摇。滴滴答答，不用把你turn me down。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快乐很重要，不开心都是真的不要。难过的事情太多，一下也走过。被爱感觉过，请你不要缠着我。不开心时候，跳一跳，我大声叫，哇耶！快乐很重要，实在太多烦恼。放开怀抱好不好？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我的心情跳啊跳，跟着音乐摇啊摇，不用把你折倒，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时间走了以后就不会回头，明天会怎样也好，活出自己就好。把握着现在，不管从前跟未来。有爱就去爱，如果你快乐，我也该快乐。快乐，实在太多烦恼。放开怀抱好不好？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我的心情跳啊跳，跟着音乐摇啊摇，不用把你turn me down，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滴滴答答，原来快乐很重要。滴滴答答，实在太多烦恼。滴滴答答，放开怀抱好不好？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滴滴答答，我的心情跳啊跳。滴滴答答，跟着音乐摇啊摇。滴滴答答，不用把你turn me down，要及时醒了，baby。好，嘻哈。